柑仔家具是豪华10米高的阿弥陀佛铜像头前，用七珍宝、巴瑞雾、檀香布叠中央气派。这款动面是柑仔家具是伫元旦即天举办的大日无量寿佛宴法会，希望会当为国家祈福、疫情平息、两岸和平。洛本天津仁波切表示，不安年节特别需要安定的力量，透过法会安定人心，也用无同的方式，和民众亲近宗教。疫情的影响，整个经济、生命、财产都受到极大的影响，所以在今年元旦，我们特别举办这个法会，有别于过去，也将音乐融入，愿严肃的法会也有充满着感性的一面，让来的信众也好，弟子也罢，在身心灵上面都能够得到最大的慰藉。希望新的一年，我们以供佛的功德，将此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百姓。愿在风雨之中，我们能够安然无恙。元旦法会除了有开山上师洛本天津仁波切主法祈福以外，现场嘛有邀请杰出音乐家以音乐供养诸佛菩萨，同时嘛甲教场信众共享。这场法会现场嘛布置相当的讲究，左右两边寿桃塔、甲米线塔，拢是用台南在地巴东老店手做的产品来造成，互参与法会信众伫中央科仪甲优美音乐声当中，迎接新年的第一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